国际新闻来看，进前有2个国民兵伫美国华府互枪杀，一个人死亡，一个人重伤。枪手是来自阿富汗的移民。美国总统川普即马决定要来封杀第三世界的移民，所以宣布讲暂停处理19个国家的移民。国土安全部早嘛针对涉暴力犯罪移民来搜查甲抓人。川普嘛批评讲，索马利亚是全世界上落的国家，佮爱来自索马利亚的移民赶紧离开美国。 大批全副武装执法的人员伫纽奥良郊区巡逻，附近的居民徛起伫厝顶，看毋是势，赶紧上车离开。这是美国国土安全部上新一波的行动，要抓涉嫌暴力犯罪移民。美国总统川普按算要派国民兵去这个全美国西裔的居民比例上悬的城市。联邦当局锁定的，还佫有明年所在州的索马利亚的。1991年，索马利亚爆发内战，民众出走。 了后，真侪人伫咧美国宗教团体协助之下，迁徙去即个气候真寒、劳动力欠缺的州。长久以来，在地社区之间问题未少，散车甲技师称载互遮的移民，成做基进组织吸收的目标。川普即马要甲遮的非法的移民赶走，而且佫不时大声批评头一个非洲的国会议员在内索马利亚的移民。Look at their nation. Look how bad their nation is. It's not even a nation. It's just people walking around killing each other. Look. These Somalians have taken billions of dollars out of our country. 进前，明尼阿波利斯市长捌批评川普的言论是违背美国人坚守的道德。不过，川普无咧惊伊，颠倒佫讲，索马利亚是全世界上无好的国家，为遐来的人应该为美国死出去。而且，伊佫讲到民主党女性的众议员奥马，甲美国前总统奥巴马。A lot of it starts with Barack Hussein Obama, because that's when people started coming in. We've seen him call African nations as shitholes, and so it's not really surprising. 在感恩节期间，北港附近发生2个国民兵去用枪击的事件，嫌犯是为阿富汗来移民。这个事件，让川普决定要暂停受理为阿富汗、缅甸、海地甲伊朗来等19个去用认定是高风险国家移民的申请。北港拜二发布这个备忘录。 嘛明定会针对拜登总统时期已经进入美国这个国家的移民，严格审查因已经获批准福利的申请。公司新闻，洪祖梅编译。